来乡亲啊，这是政府上新的规定，必须要爱快筛阳性，才来当到病院的急诊来做 PCR 采检。啊，为着要来维护着病院急诊的量能，政府嘛来宣布着5大措施，包括要来加设着社区的体检站，啊，这个防疫的门诊要来做分流，嘛鼓励基层的诊所来提供着 PCR 采检。但是，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认为，对诊所来讲，要来符合着采检点的设置空间、丰富的装备、通风换气、甲动线分流这条件。难度真悬，伊是建议讲，政府应该就要用快筛代替着 PCR 的采检，这才是办法。急诊室门口有写告示牌啊，快筛阳性甲一般的民众要分开行，有设高风险的感染区，分风险的等级。另外一边有围的这部分，拢是快筛阳性而且有症头的，但要做 PCR 采检的民众，应该是有症状的病人到急诊来。那对于没有症状的病人来讲，尽量不要到急诊来，有风险的人混在一起，导致他有感染的风险。第二个就是因为他没有症状，所以占用了其他人，这个有症状的民众使用急诊的机会。再三强调讲，有症头才去急诊，为了要减少急诊的人，指挥中心嘛下令讲，无症头的快筛阳性才会使做 PCR 检测。地方政府爱加设社区体检站，积极为责任病院开设防疫门诊分流。鼓励基层的诊所提供采检的服务，是讲爱基层的诊所做采检并无遐简单，干那空间动线的分流、防护装备恐惊拢是问题。很多的诊所空间都很小，也没有办法分出独立的动线系统，所以事实上由诊所来帮忙做 PCR 筛检测呢，可能实务上会有一点困难了。依照规定，有这个意愿提供公费 PCR 采检的诊所，采检通报一个案件有500块的奖励金。要么除了爱自备按照喙安、手笼、隔离衣以外，还要有独立的空间，远离主要的动线。同时，嘛要考虑到医疗级的空气清净及加强通风，更免讲都要减少看诊的时间。相关的标准流程都要用真济人。啊，虽然讲诊所愿意参加，意愿伫这礼拜会有统计结果，不过医师认为讲，目前确诊量遮济情形下，应该以快筛代替 PCR 采检，才会当保存更较济医疗量能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